Eason 陳奕迅將於8月舉行3場演唱會，3場演唱會嘅飛喺半個鐘頭內就賣晒。為免黃牛黨乘機圖利 ，Eason 特登拍片呼籲歌迷，如果遇到黃牛黨就即刻報警喎。大家好，如果你而家係排緊隊嘅話，我想有啲嘢發表。呢個世界係冇十全十美嘅，我哋盡量追求到十全十美。所以最近我聽到一個消息呢，就係話有一個人士就排隊買飛，點知佢話佢代表50個人。如果大家遇到呢啲人嘅話呢，就請記住報警，立刻報警，因為一個人頭 ，sorry 唔係，再重申，係我覺得最公平嘅應該就係點樣呢？我覺得咋？一個人啲指模係完全唔同嘅，每個人都唔同嘅，全世界人都唔同嘅，好有獨特嘅。是但一隻手指或者穩陣啲10隻手指印晒，打晒指模，我哋睇下會唔會申請到部指模機。咁一 set 指模就代表一個人就可以買2張咁多飛嘅啫，咁就希望公平。咁而家咧就唔好話一個人可以買50張飛啦。遇到咁嘅朋友請即刻打999，咁警方就會協助我哋處理呢啲咁嘅不法之徒。拜拜，多謝合作。